2026台南往來好順季的活動將熱烈來登場。這屆活動4月25將佇個關廟來開跑，後續還有兩家甲新化區公所來接力辦理，展現各地農業的特色甲活力。台南鳳梨好筍節即將盛大展開了，我們這一次特別強聯手，除了關廟之外，還有加上龍崎，還加上我們新化整個鳳梨竹筍的一個產區啊，橫跨3個行政區，那特別把最優質的台南鳳梨跟竹筍來各提供給我們最優質的國內的消費者。大家知道，台南鳳梨的產量是全國第2。但是品質是全國第1。我們的竹筍呢，除了綠竹筍之外，還有麻竹筍通通都是非常好的。很多這個國內外的朋友，大家都是豎起大拇指。但是呢，我說了半天也比不過你嘗一口。所以說，真的一定要來我們台南，不管是在5月的母親節這個孝敬媽媽，或是6月的端午節，這個划龍舟喝鳳梨這個鳳梨冰茶也好。那這個都是非常適合的。鳳梨竹筍的這個營養價值高，而且纖維質多，對於人體的消化以及人體的健康都非常有幫助。所以不僅是健康，而且又美味。歡迎來到鳳梨好筍節，來品嘗一下最棒的鳳梨以及竹筍哦。市長黃偉哲表示，台南市往來種植的面積大約有1500公頃，會用講是全國第2大的產區。而竹筍種植的面積超過3000公頃，全台排名第3。下午在活動宣傳記者會中，市長嘛甲到現場的立委甲議員共同來製作往來的氣泡飲，提供民眾熱天消暑的天然飲品。台南鳳梨讚不讚？台南竹筍讚不讚？好哦。今年往來好順季的系列活動，由着關廟區公所在4月25率先以着往來甲着麻竹筍為主軸，推出關廟往里友各開樹屋，接續還有兩家區公所5月9號舉辦兩家馬上網，甲着新化區公所5月10號舉辦168低碳的小旅行等串聯一系列的行銷活動，歡迎民眾在活動期間來走訪台南，親身感受農村的魅力，品嘗往來的酸甜滋味，甲着特殊體驗兼顧美食文化，甲着旅遊的生活。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